前行政院长杜英泰今仔公布第5批的新内阁，内底有5个是现任的官员，包括农业部长陈桂君、财政部长曾翠云、海委会主委关碧玲、交委会主委徐嘉清，阁有理事长苏俊莹只有主计长是新人，是台南市研考会主委陈淑珠。准总统赖清德特别上任，准行政院长杜英泰23公布第5批新内阁人事。六会中有5位是现任到任，也是真途，包括农业部长陈俊贵、财政部长曾翠云、海委会主委关碧玲、交委会主委徐嘉清、理事长苏俊莹，唯一新民厂是主计长职务，由台南市研考会主委陈淑珠接任。他们已经在过去为国家服务的岁月当中，展现了他们的行动力。未来当然是要借重他们丰富的团队经验。杜英泰表示，6位准首长的共同特质就是经验丰富、勇敢做事，以免因继续带动国家进步。其中，陈淑珠是赖清德台南市长任内的主计处长，8年来，和台南为债务超过1000亿，高无欠债，表现真受肯定。我称他是节流跟开源的2刀流的主计长。发挥它开创性的精打细算，台电的一个亏损还有一些相关的一个健保的一个补助，这个必须看整个一个国家整个的需求的排列优先顺序。除了个案名单真受关注，7至9名的行政院政委也陆续传出人选。现任政委陈金忠留任之外，文化部长苏德、前卫福部长陈时中、前民进党秘书长罗文嘉拢互点名。搁较有媒体报道指出，但最近时期的幕僚马永成、林德云也会进入权力核心，变调大众回归艺术真高。超商的咖啡大杯的，只要加10元就有第2杯，所以我就找了好朋友一起喝。谈论的都是一些家常的事情。内阁团队成员公布完成之后，再陆续的去做其他重要人士的征询。杜英泰对传闻无正面回应，也唔讲。另外，国安人事保育方面，预计赖清德会伫这礼拜亲自召开记者会，正式对外宣布。记者综合报道。